點樣喺呢個混亂嘅世界入邊揾到一點確定性？外邊啲人成日話巴郡係一個邪教，我有時諗，其實佢哋講得一點都冇錯。呢度確實係一個邪教，不過係一個好嘅邪教。你哋嚟呢度唔單止係因為賺到錢或者有一份好事業，而係因為你哋覺得自己企喺正確嘅一邊。你哋想揾到一種歸屬感，一種覺得自己同班理性講道理嘅人喺埋一齊嘅感覺。喺一個充滿癲狂嘅世界入邊，揾到一班正常人，本身就係一種安慰。你哋成日聽我同巴菲特講嘢，可能覺得我哋講嘅嘢好重複，但係我同你講，重複係因為真理通常都好簡單。我哋講嘅嘢好多時被稱為常識，但係如果你仔細諗下，常識呢個詞其實係個誤稱。真正嘅常識其實係唔尋常嘅常識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人類大腦嘅原廠設定或者話標準狀態，其實係無知同埋愚蠢。大部分人喺做決定嘅時候，都係被情緒、偏見同埋錯誤嘅認知牽住走。如果你能夠喺大家都發神經嘅時候，保持哪怕只係一般嘅常識，其實你已經擁有咗一個巨大嘅唔尋常嘅優勢。你唔需要係天才，你只需要唔好似其他人咁蠢，就已經贏咗90%人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唔係咩複雜嘅高深理論，而係點樣運用呢啲唔尋常嘅常識去睇清楚經濟、投資同埋你哋自己嘅人生。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宏觀經濟。我知道依家好多人好焦慮，問我查理，經濟好似好波動，前景點睇？老實講，我哋做生意就好似游水咁，你想游呢度游去嗰度，水流有時順有時逆，有時會有大浪冚埋嚟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唔好停，繼續游。有時經濟好景，水流順，你游得快啲；有時經濟差，逆流而上，你游得辛苦啲。但係無論順流定逆流，你都要生活，都要做決定。唔好妄想你可以預測個浪幾時嚟，或者企圖控制個潮汐。你只需要確保個浪嚟嗰陣，你唔會沉就得。講到經濟政策，過去幾年，特別係自從金融海嘯同埋疫情以嚟，我哋見到嘅景象係前所未有嘅。政府印銀紙印到好似印報紙咁，買債救市派錢。喺經濟學入邊，呢個叫做完全未知嘅領域。以前冇人試過咁大規模咁做，當時冇教科書教你結果會係點，甚至冇人知個後果會唔會係毀滅性嘅。當時個情況係，如果唔咁做，我哋可能會面臨另一次大蕭條，甚至係希特拉式嘅社會崩潰。所以嗰陣時政府咁做係啱嘅，佢哋別無選擇，只能夠用印鈔機去頂住個天。結果點？結果係個經濟冇崩潰，佢哋救咗個市。呢一點無論係民主黨定共和黨，當時都係合作去做嘅。呢樣嘢值得讚賞，但係係咪代表可以一直咁做落去？當然唔係。如果你而家聽見有人同你講國債唔係問題，我哋可以無限印錢而唔會有通脹，唔使還，咁我建議你不如信埋牙先啦。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，印銀紙係有代價嘅。你以為可以無限印錢而唔使透過稅收去償還，咁係發夢。印錢印到某個臨界點，貨幣係會出事嘅，係會產生反效果嘅。雖然我唔知個臨界點具體喺邊度，冇人知，哪怕係嗰啲講到似層層嘅經濟學家都唔知，但我知一定有風險。如果你以為可以一直踩住油門唔放而唔會撞車，嗰啲係黐線先會咁做。依家大家成日鬧貧富懸殊，
話有錢人越嚟越有錢，窮人越嚟越窮，大家都好嬲。但你要明白個因果關係，點解會咁？因為當政府為咗救市，將利率降到0，再狂印銀紙，資產價格自然會升。邊個有資產，咪係有錢人咯。你有股票有樓，你嘅身家自然水漲船高。呢個唔係陰謀，無人坐喺間黑房入邊，特登想整到貧富懸殊。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政府決策所帶嚟嘅意外副作用。就好似你食藥救命，可能有副作用係會頭痛或者皮膚痕。當時為咗救個病人唔好死，唯有落重藥，結果就係有錢人變得更有錢。既然係意外同埋非常時期嘅產物，隨住時間過去，佢自然會慢慢調整。當然，我唔係話乜都唔使做，提高最低工資、加強社會安全網，呢啲係應該做嘅。隨住社會繁榮，照顧弱勢社群係文明社會嘅責任，但係無謂因為咁而對住班有錢人發癲，或者覺得成個制度都係邪惡嘅。盲目嘅憤怒解決唔到問題，只會令你自己變蠢。講返投資，如果你有留意我同巴菲特咁多年嘅變化，你會發現我哋嘅方法其實經歷咗好大嘅進化。後生嗰陣，巴菲特係班傑明格雷厄姆嘅忠實信徒。格雷厄姆教嗰套係咩？係揾嗰啲煙蒂股，即係話你行過街邊見到有個又濕又爛嘅雪茄頭，已經俾人食成一啖，但係佢仲有少少煙喺入邊。你執起嚟點着佢，吸最後一啖，嗰一啖係免費嘅，雖然味道唔好，但係你有賺。巴菲特以前就係專門揾呢啲平到跌落地下、資產淨值高過股價嘅爛公司，買翻嚟賺嗰少少差價。嗰陣時佢靠呢招賺咗好多錢，成個基金嘅回報都係靠呢啲煙蒂堆砌出嚟。但我同佢講，巴菲特呢招做唔大嘅。如果你想管幾百億、幾千億嘅資金，你唔可以再滿街執垃圾，個規模限制咗你，你需要進化。你要揾嘅係一啲真正偉大嘅生意。咩叫偉大嘅生意？好似 Costco， 好似可口可樂，呢啲公司有強大嘅品牌，有護城河，強大到就算個管理層暫時蠢咗幾年間，公司都唔會死。你要揾嘅係用合理價錢買一家偉大嘅公司，而唔係用偉大價錢買一家普通嘅公司。我好唔容易先令巴菲特戒甩執煙蒂嘅習慣，呢個轉變係痛苦嘅，因為舊方法實在太好賺。但一旦轉咗過嚟，我哋就見到咗新嘅天地。我哋可以長揸，可以睇住間公司自己複利增長，唔使日日頻繁交易。呢個先係真正嘅大錢。講到呢度，我要特別提下能力圈投資最重要嘅係知自己識啲咩，唔識啲咩。依家好多人見到科技股、互聯網公司升得好勁，就好興奮。有人問我，查理，你點睇 Amazon？ 點睇 Google？ 我承認我哋錯過咗 Google。我哋即使睇到佢哋嘅廣告效果好過報紙好多，都冇去買。呢個係我哋嘅失誤。我亦好欣賞 Jeff Bezos， 佢係個奇才，好似李光耀咁嘅強人領導。但係如果你問我會唔會依家去追嗰啲蝕緊錢上市嘅科技公司，或者嗰啲我睇唔透嘅新興行業，例如 Uber， 我嘅答案係嗰啲唔係我杯茶。我只會投我有高度把握、預測到結果嘅嘢。我睇得透可口可樂10年後會點，全世界依然會飲糖水，個品牌依然會喺度。但係我睇唔透 Uber 10年後會變成點，競爭咁激烈，燒錢咁快，完全冇護城河可言。如果我睇唔透，我就唔掂。就算佢之後升咗10倍，我都唔會覺得可惜。
因為嗰啲錢唔係屬於我賺嘅。呢個就係紀律。好多人輸錢就係因為見人賺錢，心喐喐，走去買啲自己根本唔識嘅嘢。如果你想喺賭場贏錢，最緊要係知道幾時唔好落注。當然，即使係我哋都會犯錯，好似 Kraft Heinz 咁，亨氏茄汁係好嘢，絕對嘅王者品牌。但卡夫嘅芝士同包裝食品就弱啲。問題係我哋當時將佢哋合併嗰陣，俾個價錢太貴。一個好嘅收購 ，Heinz 加一個差嘅價錢 ，Kraft， 結果就係依家咁。歡迎嚟到成年人嘅世界，失敗係常有嘅事，重點係你點樣面對失敗，承認佢，然後繼續游。另外，我最憎嘅就係官僚主義。你睇下波音以前係幾咁輝煌嘅工程師文化，做出全世界最安全嘅飛機。後來點？公司大咗，搞出一堆官僚，迷失咗方向，為咗趕進度慳成本，搞出人命。呢個係大機構嘅通病。喺巴郡，我哋盡量避免呢樣嘢。我哋總部冇幾多人，甚至連法務部、公關部都冇乜。我哋將權力交俾下邊嘅經理人，我哋信得過佢哋，就由得佢哋發揮。如果你成日開會，覺得將一份文件由左邊嘅 inbox 搬去右邊嘅 inbox 就叫做嘢，咁你間公司遲早完蛋。真正嘅做事係解決問題，而唔係製造流程。離開商業，講下呢個社會，我依家見到最大嘅問題，亦係令我最擔憂嘅，係仇恨同憤怒。依家嘅政治，無論係左派定右派，兩邊都喺度鬥嬲。民主黨憎共和黨，共和黨憎民主黨。大家已經唔係講道理，而係講立場。如果你太嬲，你就會變蠢。憤怒係會蒙蔽雙眼嘅。憤怒有一種自我餵養嘅特性，你越嬲就越揾理由去嬲，結果你就越嚟越極端，越嚟越唔理性。我盡量唔去講政治，因為一講就會得罪一半人。但我必須講，對於中國，美國人應該要客觀啲。過去30年，中國發生嘅事係人類歷史上嘅經濟奇蹟。佢哋點做到？好簡單，佢哋冇跟隨蘇聯嗰套，佢哋轉過頭去抄新加坡、抄李光耀。佢哋發現純粹嘅社會主義搞唔掂，就改用務實嘅方法，不管黑貓白貓，捉到老鼠就係好貓。佢哋利用窮人嘅儲蓄去建設國家，非常務實，非常成功。美國同中國係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嘅國家。如果大家有路，就應該做朋友，解決分歧，搞對抗，互相指責，甚至想搞冷戰，嗰啲係黐線先會咁做。同另一個核大國搞對抗係完全冇好處嘅。我哋應該學下相處之道，而唔係整日想以此消彼長。講到新加坡，我真係好欣賞佢哋，冇國債，冇毒品問題，醫療系統又好。講起醫療，美國嘅醫療系統簡直係國恥。你睇新加坡，佢哋用我哋20%嘅成本，做到比我哋更好嘅健康指標。我哋嘅系統係點？係一堆意外、愚蠢政策同既得利益搞出嚟嘅怪胎。如果有個後生家庭生個仔要俾$5000墊底費，咁即係叫無保險啦。呢個系統充滿住無謂嘅測試、無謂嘅法律程序，同埋對死亡冇意義嘅拖延。好多醫療開支其實係用嚟延長嗰啲必然會死嘅人最後幾個月嘅痛苦，完全係荒謬。如果有個神仙可以一揮手變走成個系統重練就好，但係現實係我哋被卡住咗，因為太多人靠呢個爛系統揾食。我哋應該多啲睇下人哋做得好嘅地方，好似新加坡咁，而唔係整日自以為是，覺得美國嗰一套永遠係最好。除咗錢同政治，我更加想講下做人。成日有後生仔走嚟問我，查理，
我要點樣做先可以好似你咁成功？點樣先可以咁快發達？我想轉行做投資，但係我讀緊法律，點算？我就講個關於莫扎特嘅古仔俾佢聽。有一個22歲嘅後生仔去揾莫扎特，話大師，我想寫交響曲，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開始？莫扎特望住佢，話你仲係太細個啦，寫唔到交響曲。後生仔唔服氣，駁嘴話：但你自己10歲就開始寫啦，點解我22歲仲太細？莫扎特答佢：係啊，但係我嗰陣冇周圍問人點樣寫。呢個故事嘅教訓係乜嘢？如果你真係有天分，真係想做一樣嘢，你唔會周圍問人點做，你會自己去揾方法，去鑽研，去試，去撞板。如果你仲要問人我得唔得，咁通常你都係唔得。另外，唔好隨便轉行去人哋嘅主場同人鬥。如果你係隻鴨，就唔好嘗試去同隻鷹鬥飛。你要揾到你自己嘅優勢，你嘅能力圈。如果你本身做醫生做得好地地，無端端話想做對沖基金經理，只係因為見人賺錢多，咁你通常會輸得好慘。專注喺你擅長嘅領域做到極致，呢個先係正路。同埋千祈唔好有受害者心態，呢樣嘢係毒藥。無論你遇到幾大嘅困難，甚至係不公平嘅待遇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受害者，你就已經輸咗。你要同自己講係，即使係我冇做錯，但結果係咁，我就要面對每一張牌都係你自己嘅，打好佢係你嘅責任。自怨自艾解決唔到問題，只會令想幫你嘅人都走開。至於成功嘅秘訣，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嗰幾樣，悶到你唔想聽。保持理性，唔好俾情緒控制你，尤其是係恐慌同貪婪。終身學習，每日瞓覺前都要比你起身嗰陣聰明少少。延遲享樂，要有紀律，唔好急功近利。可靠，如果你講過會做，就要做到。如果你唔可靠，就算你幾聰明都冇用。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做起上嚟好難，因為堅持係最難嘅事。巴郡嘅結構係經過精心設計嚟防蠢嘅。我哋有最好嘅資產，鐵路、能源、保險、Apple 嘅股票，同埋最好嘅機制。就算換咗人，只要個文化依然喺度，只要唔好變成嗰種官僚主義嘅大機構，巴郡依然會係一間偉大嘅公司。Greg 唔需要變成另一個巴菲特。佢只需要做返佢自己，繼續理性咁分配資本，咁就夠啦。依家巴郡手頭上依然有好多現金。有人問點解唔投資？因為揾唔到好嘢咯。我哋唔會為咗做而做。如果你揾唔到聰明嘅嘢去做，最好嘅策略就係咩都唔好做。等係一種好重要嘅能力。當機會嚟嘅時候，你要有錢有膽量去種珠，其餘時間你就去讀書。去思考或者去飲罐可樂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希望你哋帶走嘅唔係股票代號，而係呢啲所謂嘅常識。無論個世界點變，無論邊個做 CEO， 理性永遠都係最稀缺嘅資產。返去好好思考下，過好你哋嘅人生。想聽多啲呢類型嘅影片，喜歡呢啲片嘅咧就俾個心我，同埋 share。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係咁，拜拜。